我曾經都係一個工程師，以前嘅工人只可以依賴平面圖則，但實際施工同埋設計往往都有好大嘅出入。我哋冇辦法預測到空間衝突同埋施工嘅危險性。科技日新月異，唉，我越嚟越跟唔上呢個時代嘅步伐啦。老豆點會跟唔上啊？我話你知咪得咯。BIM 已經將使用範圍擴展到各個層面，利用 LiDAR 掃描結果取得現場數據，直接可以喺數位世界觀看。模擬規劃完善咗設計，減少錯誤。而家嘅工程已經變得更加智能同高效啦。由細到大，我都唔明點解阿爸咁中意睇地盤。直到我大個成為咗 BIM 工程師之後，我先知道阿爸眼中嘅建築世界係有幾咁多姿多彩。我而家進行緊嘅項目係 ND201905，目標係建立北區交通發展核心部分之間嘅橋梁，連接粉嶺同埋古洞區。喺呢一個項目入邊，我哋將一切數位化，通過 BIM 嚟進行設計同分析，最終嘅設計通過行車模擬，確保咗道路使用者嘅安全。見到設計可以通過 BIM 嚟變成現實，而且仲可以令大眾更加了解項目同埋社區嘅發展。老豆，多謝你俾咗我對建築嘅熱愛同埋追求啊！